老师学生的游戏。我和小咪要当老师，彤彤姐姐你来当学生。我们要教彤彤姐姐大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大人不知道的事，听起来很有趣耶。好啊，那今天默默跟小蜜就来当彤彤姐姐的醒嗓，我来当你们的福嗓耶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醒嗓就是老师的意思，福嗓耶就是学生。哦，所以我是醒嗓。彤彤姐姐是福嗓耶。没错。那请问默默醒嗓还有小蜜醒嗓，今天要教我什么事情呢？是这样的哦，今天在学校我被老师罚写作业，所以现在我是老师，我也要彤彤姐姐罚写作业50遍。等一下，不够，再加上我的50遍，应该要罚写100遍。默默小蜜，原来这就是大人不知道的事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你们作业都不是自己写的哦。被发现了。醒嗓老师，醒嗓老师。彤彤姐姐，怎样可以当醒嗓啊？为什么你想要当醒嗓呢？因为我不想要考试啊。可是小蜜要当醒嗓也要先经过考试啊。福嗓耶，学生。福嗓耶，学生。彤彤姐姐，你帮我写功课好不好？才不要嘞！我又不是福嗓耶，为什么要帮你写功课？那我可以不当福嗓耶吗？不行。醒嗓，福嗓耶。这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罗亮。